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问问仔雨落久，土嘛会淡。这句俗谚是咧鼓励人爱有耐性，有美烂的精神。准讲是问问仔雨，若是落一个久，土嘛是会淡。要做的代志嘛是有成功的一天。可比讲，若要做一个作家，打开始爱读足侪的册，互家己的学问更较饱。过来，就爱练习写作。读甲写是完全无同款的代志。看过的册，家己理解了后，要甲家己的想法写出来，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文笔要好，爱一直练写，若骨力去做。问问仔雨落久，土嘛会淡。成功的迄天，咱嘛是会当期待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